天话祝福你们满满。那你们可能以后你会忘记我，就像我现在已经忘记我高中老师，很多高中老师，对。但是我发现我的每一个毕业生我都记得，对。然后甚至像去年跟毕业10年的学长吃饭，然后我都不觉得他们曾经远离过我，我都看到他们，我就有那种熟悉感。所以或许以后你会忘记我，但是我很确定是你会在我生命里很久，所以还是很谢谢你们陪我这2年。然后等一下晚上就开心的去吃饭。好，谢谢。我呢。